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地。咱今仔日分享的绘本故事，这张图内底有出现面桶甲面巾。过去的人都习惯伫咧门口下面巾甲面桶，其实是有伊特殊的用意。这部算入去，咱邀请训练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说分明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倒翻科。洗手面，古早住厝的客厅门口、巷路仔边，通常有菜面桶架，放面巾、面桶等等洗面的用具。伫咧使用真正方便。即摆时代变迁，洗手面拢刷入去厝内底的液晶啊，咱就真正罕你看到人伫迄个厅门口、巷路边咧菜面桶架啊。早暗洗手面是平常的生活习惯。咱伫外口转来，先洗一下手面会较凉，特别是有亲戚朋友来。食饭前，咱嘛会请因先拭一下手面，这是古早的礼数。咱台湾人7月半拜好兄弟啊，爱穿面桶水甲面巾，就是甲好兄弟啊当作亲戚朋友来款待，而且毋那7月半哦，不管是若有拜好兄弟啊，拢着穿面桶水甲新面巾。暖暖十门溪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的这篇作品，是来自新北市林口区的吴瑞英小姐所写的《我记忆体内底的三合院》，由洪昭文朗读，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阿爸细汉住的厝是三合院，也是我出世的所在。伫遮发生的代志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。这间古厝正经是大厅。后壁阁有一个倒冰厅，真特殊。两边阁有房间一间，两边有2廊厝。好边是牛条甲洗鞋间，伫门口有一个晒漆仔的抽埕甲水盒仔，这就是我阿爸的厝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阿爸因兄弟仔还未分家的时，5个兄弟娶某了，拢住做伙。大大细细量基约啊，有30-40个人。听阿母讲，伊甲阿姆因3顿拢爱照轮，无假事是用大灶、烟草起火来煮食，
真无方便。伫庄骹若要到报园仔的时阵，大人就开始无用洗犁捕田、抾水扫草、挂竿网饲牛，搁爱泡茶、喝烧水兼煮饭，无用试试。若是囡仔读册去读册，无读册就斗做厝内工课，大汉的带细汉的。啊，若是我咧，拢甲阮房头仔内的兄哥阿姐做伙佚佗，毋是伫金钱骹耍踢弹弓啊、米烧炊、耍红仔飘、办公伙啊，啊无就是伫厝埕跳鸡仔厝、骑马烧踢、做风吹。热人的时，阿母阁拢会用水盒摄水。新水伫厝埕的日头骹拍去烧，通洗骹手，真正趣味。会记得阁有一摆，厝内唯一的洗鞋仔间要甜啊，加我一回即八兄哥去互大伯拍牌，去洗鞋仔间打洗，通好去菜园啊压菜。我看到伊，甲伊毋情愿，摕着本担甲洗桶，鼻仔阁围一条筋仔，慢嗦嗦行去牛寮内的洗鞋仔间。阿兄是哪咳哪化休，伫远远看的我，是笑甲嘴仔利西西兼流目油。随望，即马老厝已经无伫咧啊。毋过，遮个画面到现出时，抑阁亲像真诶情景出现伫我诶眼前，使人怀念。毋知你敢有甲我同款，有看到即张记忆体内底诶画面无？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。